大家好，波羅的海三國，今集我哋講拉脫維亞。嚟到拉脫維亞首都 Riga， 我哋首先去睇下聖彼得教堂。呢一座教堂係波羅的海國家裏邊最古老、最有價值嘅哥德式建築古蹟之一。佢喺1997年已經被列入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。根據資料上嘅記載，佢係建於1209年，當其時係木製嘅。不過經過多次嘅火災啦、戰爭啦、雷擊啦，佢總共重建過7次。於戰後1954年開始進行修復，1970年安裝新嘅雞形頂飾，1975年鐘樓開始運作，1984年內部裝修終於完成，之後就再冇大修復嘅記錄啦。而教堂就喺1991年恢復宗教用途。教堂嘅塔樓高達123公尺，係 Riga 最具代表性嘅地標之一。依家影片見到嘅係叫做 Riga's Pils， 佢係建於133年，城堡曾經多次毀壞同埋重建，終於喺1641年瑞典人佔領之後擴建，而家係拉脫維亞總統府同埋國家歷史博物館所在地。跟住見到嘅叫做瑞典門，佢係舊城區唯一保留至今嘅中世紀城門，屬於瑞典統治時期防禦城牆嘅一部分。原有25座城門，僅此幸存。跟住見到嘅係三兄弟古屋，佢哋分別建於15世紀至18世紀，代表咗里加不同時期嘅建築風格轉變，由哥德式簡約到巴洛克裝飾。其實佢嘅名係源自於愛沙尼亞塔林嘅三姊妹屋，兩者係有相呼應嘅。嗱，下一集我哋就會去愛沙尼亞睇下，到時見唔見到三姊妹屋啊？跟住見到嘅叫做貓屋，因為有2隻黑貓嘅雕像喺屋頂上邊，因以此聞名。
穿過新城區、舊城區，喺呢一度都有好多嘅特色建築物，非常之有歷史價值，可以慢慢觀賞。喺拉脫維亞呢度，除咗欣賞有好多特色嘅建築物之外，佢亦都有公園，例如堡壘山公園、里加嘅戴納斯山，環境優美寧靜，面積廣闊，好適合遊客休息或者係喺度漫步、拍照、打卡。嚟到拉脫維亞最後一個景點，佢叫做圖拉蒂城堡。佢係一座歷史悠久嘅中世紀紅磚哥德式城堡，建於1214年。佢最初係木造嘅，後來13世紀逐步加建防禦城牆同埋塔樓。而呢一個工程一直持續發展到17世紀。城堡裏邊包含地牢啦、監獄啦、炮樓啦，同埋衛兵嘅住所。上到去觀景塔上邊，仲可以俯瞰壯麗嘅高雅河峽谷景色添。不過喺18世紀，堡壘曾經遭遇大火，受到嚴重嘅損毀，因此喺20世紀開始就修復，之後就成為博物館，開放俾遊客參觀。好啦，參觀完圖拉蒂城堡之後，落返嚟就去行街啦，同埋醫肚，仲有最重要，梗係去買手信啦。好啦，我準備食飯啦。今集嘅拉脫維亞篇就講到呢度，下一集就係波羅的海三國最後一個地方愛沙尼亞。
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啊！下集見。